伊要入来，就互伊入来。伊要安怎？我已互伊教教，看伊会当甲安怎。但别出来！阿春，你是？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爱人插嘢？黄文山，你是讲啥物笑话啊？恁某无意走来找我讨，我要对付人是你，唔是恁某，我才无遐尼卑鄙。你就是这么卑鄙啦！当年你用心计较，想要摕到周氏企业的主导权，啊，不过迄阵啊，周氏企业旧势力是支持我的，所以你就头脑想去阮某爱莲迄边去。迄阵啊，我定无咧厝的。 就趁爱莲空虚寂寞的时阵，设计伊，叫人用酒甲灌醉，然后造成我误会爱莲偷窃的事实。你就利用这点威胁伊，叫伊爱甲我生理上的秘密交互你，若无你就讲出这件代志。爱莲因为惊，所以伊就照你的话去做。都是因为安尼，就是企业经营权的争斗，我才输你啦。 后来，我也是知影这件代志。迄阵啊，我事业失败，可受到这件代志的打击，所以一时气愤误会，将我为了亲戚好心送走。爱莲自迄早开始就起笑，这20几年来，阮规家口啊，生活在痛苦当中，这拢是你单逼穿地引的，你真正比禽兽还不如啦！ 黄坤山，当年是你家己野心上大，一感觉啊，伤空伤芳，敢若想要甲周氏企业抢过，家己的某空在厝里无咧管，伊才会出去外面讨客兄。这个代志，你哪样怪到我遮来咧？爸，敢有影有这个代志啊？你莫听这个人咧黑白讲啦！我黑白讲，这拢是你做的失德代，这个冤仇我永远会记的。 后来，我有找到迄个查甫人，伊嘛亲嘴向我承认，这一切拢是你单逼穿所指使的。这种见笑代，你也好意思讲出来哦？这件代志我听起来，上大的错误就是你的个性伤过冲动啊啦！你根本就无摸清楚事实的真相，就把家己的后生送走，你连家己的某都唔相信啊，还阁有啥物好讲的咧？你是谁客面？敢唔是？ 你甲阮爸爸为着周氏企业的经营权互相竞争，这本来就应该各人凭各人的本事啊！你误会你的某，甚至该拍，搁家己的后生送走，这个人怪你家己啊！竟然还阁亲门大户来遮指责别人，看起来你这种个性冲动、做代志无用头脑的毛病，经过20年也是无变嘛！你敢点咩？这个所在无你讲话余地啦！奇怪啊，即摆你某无去。 你莫怪你家己疏忽，等到来遮怀疑阮爸爸，亲像你这种学做代志无用头脑的人，根本就无资格做阮爸爸的对手。你这个死查鬼啊！搁再安怎讲？我嘛是你的师大，你竟然用这款口气甲我讲话，你！不是，甲拍坏手架，拍谁做？出去！ 带别出来！我这边人死！阿准啊！喂，这个月月仔钱已经到安尼。哎呦，甲你讲无钱，你是讲袂还车了啦？无钱，一句无钱就无代志，这是讲阮的老父嘛钱啊，甲钱用阮啊。对啦，你今日若无将钱还阮咯，我大家都会帮你算啦。嘿啦，钱还阮啦，钱还阮啦，钱若无将钱还阮咯，我都会帮你算啦。嘿啦，钱还阮啦，还阮啦，哦，这个，真正是恶人惊小人了。
快笑一笑，对天然出气哦。多谢啊。你赶过来。这个记的吼，要当脚当手。秋哥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唐岛足侪人来甲俊杰讨回仔钱，差一煞动手，邢太太摕扫帚甲遐人赶走去。啊，你今日头路找了安怎？当时同学，我拢有见到啊。而且我嘛有甲因讲，我需要斗相共，替我解决债务，或者是互我一份头路。也毋过，伊拢惊异常，毋肯斗相共。钱的代志你免烦恼啦，咱一定会当想办法解决的。大家平安上重要，对无？小美啊，你干嘛安那？有要紧吗？不要紧啊，爸，你莫烦恼啦。你不要紧就好。爸爸真正烦恼到要死啊！爸，我是你的查某囝，我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人欺门踏户来欺负我的爸爸。所以，我想这一点仔钟，哪有算啥嘞？小美，你对爸爸的好心我知影，也毋过爸爸不准你以后安尼做，你一定爱真平安、真健康，知影无？嗯。你回来啊？哎呦，秋啊，真正无简单呢。这个拍带过扫涂骹哦，哎呀，哦，迄刀以后佫就较清气清气。吴太太，等下你甲我斗相共。免客气，咱来食饭。食饭。来，你先坐，啊，我入来捧菜哦。哦。哇，秋啊，真是无简单呢。我巴肚枵，我要先来食哦。嗯。来，菜来哦。这个菜哦，拢是为你煮的呢。来，我给你吃。免啦免啦，你讲这个菜拢是为我煮的，那就这么客气，安尼我会歹势了。来啦，给食过。免，我跟你来就好啦，安尼我会歹势啦。讲爱莲啊，哇，你的脾气吼，有当时啊好，有当时啊歹。迄个歹起来吼，敢若你去堂咧，敢若掠狂咧，我真正会惊了。像你即摆安尼正常的哦，真正有赞的啦，继续正常落。你是讲，你介意我即摆安尼哦？对啊，即摆真正有赞的啦。看到吼，我规身躯肌肉袂直撑起来吼，安尼我会歹势食你，知唔知？坤仔，你若是介意我安尼，以后逐工吼，我拢煮足济足好食的菜，互你食哦。来，来，你食过。我拢特别为你煮的哦。喂，新公关你好。哥，是你？哥，你到底伫倒位？我伫公园附近，你敢袂用甲我斗相共？啥物代志？我需要钱，敢袂用先借我？钱？你想要偌济？我只刚有现金700万尔，我毋知有够无？是无够啦，无你先借我，我踮公园才等你。啊，无你等我，我随到。拜拜。借钱？啊，无啦，这个囡仔，哪会不甲就爱借钱过哩？
我听。哥，你变乌，若变较瘦安尼。哥，这是你要爱的钱。我听，多谢你。哥，你家己也毋是无钱，是安怎要甲我笑？我已经找到手约啊，阮两个伫个故乡过得真好。这么久以来，妈拢认为讲，手约甲我做伙是为了咱的家世，所以我即摆无想要用着厝内钱，我想要靠我家己证明互伊看，这钱我一定早还你。哥，咱欠你一张，你讲这要创啥？妈嘞，又好。嘛破病啊！虽然找你来讲，啊，毋过我知影是爸来一直接受你的。哥，既然你回来啊，是要我去看伊？我有想要去看伊，也毋过每一摆我拢烦恼讲，会去刺激到伊，互伊受气。说去。哥，你以前是大公司的董事兼副总，即马你煞为着钱，为着三顿安尼撞来撞去，你敢要甲我价值？会用甲七哥做伙，是我这世人上大的幸福。我愿意放弃我一切，我无后悔。哥，你对这段感情牺牲真是足大的。如果有一天，我甲明辉会像你甲树共款，有一个好的结果，我祝福你。好，多谢你。阿珍啊，你看卖，我煮安尼对无？哇，煮得做事业，脚手够好咧。哎，对啦，爱莲啊，啊，你讲你是来找恁囝，啊，恁囝伫咧什么所在？我嘛唔知影。哟，啊，你唔知影是要地找？啊，哎，有人来了，哎，敢毋是要来讨迄钱的？你看卖，讲无伫咧啊？好啦，我来看。你的心若是轻若有，总是有真多。阿姨，来咧请。文华，甘愿住即摆所在咧受苦，嘛无愿意倒厝里遐苦。我实在足想无哦，你心肝难知你想啥？正正，这位是文华的妈妈。哦，阮的妈妈哟，我叫阿顺啦，来请坐。免啦，我有话要甲秋瑶讲，讲煞我就先走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哇，阮的妈妈算是贵宾了。来，哎，给咱凊彩共交代吼，来，用好茶米请啦。啊，恁来讲啦嘿，啊，阮进来。昨昏文华打电话共我停借钱，我就知影讲，伊伫外口日子是偌歹过。这40万，你收起。阿姨，这是我袂用的收钱。这个钱是要互你的。我知影讲，我若直接把钱予文华，伊绝对袂肯收的。也毋过，我袂用目睭金金，看伊伫咧遮，缀你伫咧受苦，我只好将钱交予你，你替伊收起。阿姨，你既然知影文华袂收这个钱，那安尼，你搁较袂用将钱交予我，因为我无法度替伊做主。啊，毋过阮文华为着你，伊等你饲袂，伊放弃伊的家庭，甚至伊的事业伊嘛无爱顾，甘愿缀你，住在这款庄脚的所在，负责伫咧过日，你敢知影这个做妈妈看着是偌唔甘无？阿姨，我知影我拖累伊，也毋过
阮两个是真心相爱。真心相爱，才会使做饭食心。假使你若真心爱，你就应该离开，让文华好好去过日。然后，你嘛会使找一个可靠的查甫人去嫁，安尼对恁两个拢好啊。我知影即马我讲啥物话，你拢听袂入耳。我也无想要搁讲啊。这钱你先收起来，然后你较好好去想看卖。这钱我袂收，请你摕转去。我若讲到有钱较无烂，你也是毋欠收。唔欠就真多少。我最后搁甲你讲一遍。假使你若是真心爱文华，你就应该离开伊，你无应该安尼害伊。啊，若是我是永远都无可能接受你，嘛无可能让你入阮心界的大门，你知无？你这查某囡仔个性伊良知的，你是无事不定三宝殿的。今来找伊良是毋是有啥代志，爱我甲你斗相共？也是伊了解我，其实我是为着哥哥的代志来的。文华，你是安怎？我知影哥哥之前对你的态度毋是真好，无大无细，啊，毋过伊只是一时冲动才会安尼，伊就你千万莫甲伊计较。文华这个囡仔，自细汉就真乖，我嘛一直拢甲伊当作家己的后生。伊即边为了感情的代志安尼做，老实讲，我嘛真感动。也毋过，伊安尼实在伤过冲动，嘛伤过糊涂。医长，昨昏哥哥有来找我，我发现伊即摆过得真无好，所以我想要请医长斗相共，是毋是会用我哥哥一摆机会，互伊重新再就是去遐工作？医长，伊的个性你应该真了解。不管伊安怎讲，搁看安怎冲动，啊，不过伊生活内对你也是足尊敬的，就亲像家己的爸爸同款，伊绝对毋是头个要勾入你的。文华人，即摆伫倒？伫树的故乡的厝里。哈？文华因某迄笔钱你无甲收落来哦？哎呦，你来遮尔讲啦？迄笔钱来甲收落来吼。遐花仔钱咱当行掉，对，我出门嘛免咧也别加用拄着。过去的文华过了无烦无恼的日子，即摆伊会去甲雅婷借钱，我相信伊就希望讲，伊会当甲过去的伊无共款，所以我哪会当替伊收这笔钱呢？主席，这个伊讲的无毋对，我要离开做是我家己决定，拄着困难我才家己解决。我若是摕阮妈迄笔钱。别人是看袂起我的。问题迄笔钱哦，你也无收落来，对毋对？我讲嘛是白讲的，当作我拢无讲，安尼好。哎呦，真啊？当个了。是哦。客伯，一定。你一定想袂到，我出来这。哎，等等诶，真正想都想袂到呢。你这双金卡吼，有十来百来我这个寒舍。喊爷，来接。等下，咱弟弟来吼，我来买几罐凉水互你啉吼。好变啦，不准啦，变遮麻烦啦。那会麻烦啦，一罐几箍银啊，尔你咧，要不等来啊？客伯，内底坐。秋瑶，你离开遐工厂了，我将愿望你会回来看我。客伯。我一工等过一工，总等无你。家在雅婷啊，甲我讲恁回来遮，所以我就决定，既然你唔来看我，我就来看你。客伯，其实我嘛有想过讲要转去看你，也毋过我伫个下仔工厂，真互你无面子，
我毋才会无勇气甲你见面。秋瑶，我决定调你去遐工厂做验配员，其实是有我的用心，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真巧的查某囡仔，所以我希望你会当为伊起产做起，加有我经验，将来才能教你更较大的进步。 土地公伯啊，请你保庇我失散20年的后生。我就是少伊的阿叔，当互我找到伊，就算讲。 接受20年，我哪愿意？我求你哦！爱莲啊，你来拜拜啊！我咧求土地公伯啊，会当互我讲你找到我的囝。唔水哦，咱这阵土地公伯啊吼，有够灵性。 你来诚心来求哦，相信足紧就会当找到你的囝。真是的哦。系啊。可是我的囝也要伫咧，应该你这么大汉啊哦。喂，你的囝像我这大汉，我50外了，你的囝像我，就敢咧妖怪咧。好啦，我看吼，我若无见迄个带走吼，要互你启动起来，我就掠你掠不掉。来等。 秋瑶，你讲，你敢愿意回来就是企业，回来等我？客伯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也毋过，目前文华的妈妈佫无法度接受我，阮想要靠事实来证明阮的感情甲决心，所以，阮想要靠家己来打拼，希望有一天会当感动文华的妈妈，互伊先转阮。好了，我了解。既然安尼。 我来祝福你。也毋过，文华，你若是改变主意，还是有任何困难，还会记你，回来找医长，知影无？多谢医长。爱莲，莫走我！你的心若是轻柔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，若是要知，你是我。 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爱莲，莫走我！爱莲，你是爱莲？我是碧川啊。蓝碧川。 你是陈碧川，是你！俊杰啊，你先甲带入内底啦。行，进来，你别起人啦！客伯，你有哪无？我无要紧啊。医长，你哪会熟悉迄个人嘞？那是几年以前的代志。 你莫问啦，你哪会伫遐遮？你哪会？这位是黄太太，之前我伫咧厝内底做过管家，迄天伊暴咧海内底，互人救起来，我看到，毋才将伊带转来。迄位黄先是甲江副总嘛有熟悉，我伫咧黄家的时阵，听过因讲电话。你即摆已经起效，你应该甲伊送去厝里。 敢有需要我斗相共？唔免啦，我熟悉因厝内底的人，我会通知因来接伊，啊无我会送伊转去。好了，我来照顾你，无我来走。医长，我送你。
山，是安怎？看起来敢若有心事呢。我找到秋药啊，大位遐转来。即摆人伫倒？爷爷故乡已经旧厝，阮阿妈伫遐。对啦，我对因兜转来进前，我拄到什么人互恁药？啥？爱莲。表嫂，伊人哪会伫遐？听讲是互秋药啊救转来。人这个无，也袂猜着。你就无落因卡笑，找一个人敢有这困难，快甲找来。是，永成是，陈太太伊要来找你。坤山，我有代志要找你。请坐。有什么代志？坤山，咱拢是有会的人啊。顶半世人，咱生活伫受困当中；后半世人，敢嘛要安尼过生活？你到底是要讲啥？你就直接讲。今仔日我会来，是想要化解你甲北川的恩怨。假使讲你若愿意，我会说服北川，莫阁甲你对立，而且会甲酒市企业一部分的资产送互你。我知影你这届转来，是想要甲酒市企业你20多年前的资产摕转去，所以我予你的比25年前伫酒市企业的总资产也差不多啦。啊，你认为啥款？今仔日我会安尼做，我是希望你莫阁甲北村搭落来。你唔通袂记，20多年前爱莲的起笑，迄嘛是恁引起的啊。你即摆用钱要解决的是我。20几年前，陈德川用诡计害爱莲起笑，到即摆未清死。甚至讲爱莲在上痛苦的时阵，佫落摆自杀，差一点要死去。你人阿某两个，害我家互人亡。即摆这么简单一句话，想要用钱解决，你未免太天真啦！我即摆就应甲你讲，只要我黄昆山有一口气伫的，我就袂放弃对你阿某继续报仇。你知影无？既然是安尼，我无啥话通好讲。你若是要找爱莲，这个所在找着伊。我就知影，是人阿某甲爱莲插起来。恁到底是安怎要安尼做呢？我应该就抓，我甲北川绝对袂做出这种代志。秋呀，你想哪样？无啦，看着较早交明辉的相片，想到这个代志。最近吼，都安尼无闲，逐项无闲使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吼，煞袂记得甲你讲着。其实明辉早无咧怪你啊。真实嘞？当然嘛真实的。顶初去下厂看你吼，迄是明辉特别甲我交代啦。伊话关心你安全性的了。明辉吼，佫为着你渡港呢。渡港？对啊，尾也无要紧啦。啊，落文华甲雅婷吼，有可能去自首啦，你免烦恼啦。伊那真冲动啊！最近吼，啊，落发生一寡代志，毋是啊，你甲文华受伤去大医，
哦，啊，就咱迄鞋仔呢，啊，甲迄个火车吼，用烧掉去。哇，这个代志咧乱糟糟。破烂，这是我的破烂，这是我的破烂。即摆身躯边只有一条破烂，会当互你做纪念。这条破烂是我甲阮囝挂的破烂。小玉啊，爱能够你去读啊？吴太太，你要找什么破烂？要找破烂，这个人来赶我要找破烂，这是我的破烂。有人来，我来陪。要做啥？艾伦，啊，你什么人？奇怪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。一生一世。你什么人？秋玉，原来是你甲安尼拐走。唔算是，我是伫海边看到伊，迄当阵。你免解说啊！我早就知你这人点点是空出头了了。喂，讲话较客气咧哈！出门大雨早就阮头咧骂人，啊！你什么态度你啊？俊杰，这就是阮算是。哦，你讲迄个啊？啊，是哦。哦，你着迄个开袂着，着要拍某，啊，佮甲囝摕顶掉迄个靠送啊！你干啥啊？安尼，赶紧，坤生，我找到我的破烂，我找到我的破烂啦！坤生，你快！你讲什么笑话啦？你逃走出去，我死过找你，安尼佫无搞笑，赶紧！坤生，过，有诶慢慢咧讲，莫起家动手啊！无你诶代志。坤生，我给你我的破烂，我的破烂！俊杰，你玩闹啊？哎呦！我不要紧啦。什么？阮爸爸已经找到手脚啊？唔是敢若找着尔，我去也看过啊。恁爸爸一转去厝，就甲伊家己关伫房间内面。我想，伊应该是咧想手脚的代志。看起来，恁爸爸要是真正手脚啊。若是阮爸爸一直要甲手药找回来，伊搁遐尔想要知影代志的真相，到时阵若互伊查到啥物，我毋着啥物拢无啊！安尼我要安怎才好？所以你要是无法度甲我读开，我对你要真有路用一个。等你对着困难，嘛是需要我甲你斗相共啊。拢啥物时阵啊？你还搁咧向我讨这个人情？咱即摆是伫咧共一只船，你甲我斗相共，嘛是甲你甲伊斗相共啊！你讲这气话要创啥？我不过是凊彩讲讲安尼啊。其实，这个代志真简单，我已经替你想好。爸，我听江副总讲，你已经找到这些啊，啊，你哪无该带回来？即马，恁这个甲文华住伫庄卡恁过去住已经旧厝了，因为文华伊妈妈即马还袂当接受手药，所以因打算讲即马暂时踮咧遐，靠家己努力打拼。等有成绩的时阵啊，文华才要甲手药带恁甲妈妈见面。那安尼，文华甲这些，因伫迄边过了好无？本来啊，伊是有讲借一点仔钱，想要做一个小生意。谁知影迄无货，叫货烧了了。即马因啊是负债累累啦，日子过甲真艰苦。那你要安怎？
我是会真替因烦恼呢。啊，对啦，爸，咱毋是伫外人有去一间新的鞋仔工厂，会用叫文华过去迄边管理啊。以伊的专长能力，佮加上伊过去的经验，伊一定会做了真好。而且有伊伫迄边，爸爸嘛会当放心吗？好是好啦，也毋过我甲文豪讲，叫伊转来主持企业，伊拒绝啦。所以若要叫伊去越南，我想伊可能袂答应。爸，这哪有啥问题？咱用个叫一个人去找文华，互伊出面去邀请文华，讲要管理伊的工厂。我想文华伊应该会答应啊。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。小啊，刚刚收倒来，要去倒？你凊彩放啦。哎呀，呀，小啊，我咧讲吼，你的骹手真正有够美丽的，真正去堆货安尼吼，你2、3工都会超好势啊！我上工厂哦，爱唱都甲你学落了，讲你唱得有够赞的啦。文华即摆袂找到头路，咱若无收入啊，我当然爱去拍拼去趁寡钱。啊，若无，逐个互人催花仔钱，我嘛感觉足不安尼。哎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哎呦，啊，真是讲人人教。哎，小勇，我头来写哦，可能是咱要讨花仔钱，若人要找我讲无伫啦，我先闭起来。俊杰咧，恁头拄仔毋是伫咧开讲？伊若真讲你是讨花仔钱的，走入去房中避啊！俊杰啊，出来啦，是我。俊杰，木兰，真是你哦！哎呦，要倒来毋出声一下，我错一条了。唔免烦恼啊，花仔钱的代志我已经解决啦。哟，你解决啦？安怎解决嘞？是安尼啦。我有去找几个客户，其中一个客户讲，伊伫越南有开工厂，要开始生产啦，所以伊想要请我去越南做厂长，每一年有20%红利哦。哎呦，赞！笑啊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那小本来这班的哦，4个有人要请啦，你放心啦，太厉害了。抑阁有啦，对方有先付我这笔钱，啊，若这笔钱拄啊好会当成行咱的债务，啊，若剩剩的钱一定有够恁过生活。你要去越南？什么时阵走？这2天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。坤山，你紧开门放我出去！坤山，我无气性，我真是找到咱的囝，你爱相信我啦，坤山，你紧开门放我出去啦，坤山。太太，我甲你送饭菜来啊，啊你紧食食，我8点钟我开来收。真吼。哎呦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！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找到我失散20年的后生，真实的，我讲的是真实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！哎呦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放我出去，我一定要去找我的囝，我拜托你好无？太太，你安怎求我嘛无路用，我无法度做主啦。哎呦，我拜托你啦！哎呦，太太，袂用的，太太。太太，你不要出去！太太，啊！太太，你别等太太，你我袂走，你即摆是安怎？我是无伫的，你着受康受胖，想要逃出来是无？坤山，我拜托你，你放我出去，我要去找咱的囝，我拜托你。一小的，我甲你讲几百遍，咱的囝已经死啊！你是听无是无？你是要倒退啦？林晨曦，
拄则太太伊，你敢听咪？这菠萝因卡小，顾一个查某都顾袂好，敢吹牛逼啊！是。快点下来，我拜托你，你拜托到我快点来，我叫你拢是个该死的陈柏川，甲爱人行啊这么凄惨，我大概是有这件代志，我就想要甲陈柏川碎尸万段。文山，爱以大局为重。即摆香港公司已经开始运作啊，千万都唔通有交来书记影响到。你放心，你要报仇日子就要到。管啦嘛，刷落来，我要对付的只有手艺。咱无法转来，情形绝对甲即马完全无同款。
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了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现实的美丽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